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早讲热天金蕉大出，上番女讲食到金蕉，食起来口感抹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读做抹，有人说抹。粉的形，咱就讲是抹，像讲茶抹就是茶粉，硬抹就是硬粉。这个文音读做抹，像讲生蛋蒸抹跳，一般读文音较济，就是戏剧的角色。另外抹就是尾流，像咱讲抹路景气无好，咱讲光景真抹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拄则讲到读做抹抹，意思就是口感无好，喙齿食起来感觉这个物件粗粗。第二个词读做抹俗，就是较古早的词，读做抹俗，意思代表讲无好的风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庄头过去有一个抹俗，认为讲食抹抹的金蕉会当消灾解厄，结果即马少年家啊都无咧信道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抹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抹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